今仔日义珠夜公陈病戏的现场，咱邀请到一个专门咧研究义珠夜公遐戏班文化的林汉研究生哦，要请伊带来详细来了解这个特殊的文化。林汉，听讲你今年家己嘛来写一篇布袋戏哦？嘿，我有写一篇戏。啊，是安怎？因为我进前有甲瑜伽讲，我毕业顺利毕业话，我会写一场布袋戏。啊，你啥开始对这个戏班文化感觉兴趣来研究咧？我就是细汉的时阵，有伫足侪庙看到一寡对台的活动。然后我就是感觉讲这文化就有兴趣的，后来我有看到一个江武昌先生做的一个文章哦，文章伊就讲嘉义县遮的这戏班大会的文化非常的兴，我就有来看过，看过以后我就感觉讲这题目其实非常的趣味。咱知一般的庙会哦，演一场、两场戏已经真无简单，像这种会当一届演上百倍、上千倍的戏哦，其实是愈无简单。那么你开有讲哦，敢是较介意这卡刀啊，才有的特色，才有的传统的文化。其实早期这戏班大会伫台湾足侪所在拢看会到，但是因为即马都是有一寡场地的关系，还是讲阮噪音的关系，所以足侪庙已经无遮的文化。但是台湾有一寡下港所在啊，像阮高雄的，还是讲台南，还是讲中华一寡所在，其实各有一寡庙有这戏班大会。但是台湾上兴盛的这戏班大会文化，即马还是嘉义县才较有。啊，所以义珠夜公有啥物特色诶？义珠夜公，就是伊最特别的是，阮台湾有足侪所在庙，伊是提前祝寿，就是讲伊为神明的这圣诞千秋日的进前就会开始做戏。但是伊就要讲，伊遮有一个足大的特色，就是伊爱为正日，就是讲伊遮讲圣诞千秋的农历的4月23开始起过了后，才会再开始做戏。另外讲，阮早期的这戏班大会，足侪拢是重量不重质，就是讲伊为着爱请足侪戏班，足侪戏班伊就是爱请戏金无遐悬的哦。但是这几档阮当看到讲，伊就要讲伊遮的这戏班大会啊，伊请的戏除了歌戏这比例足悬，因为伊一档歌戏都有60-70遍的这比例哦。另外就是讲这歌戏的这剧团这质量哦，就是讲伊嘛有请足侪咱下港遮，还是讲咱民防这较有名的迄剧团来做演出哦，会当看到咱的信众其实为早期这重量不重质的这个状况哦，到即马已经慢慢的也去提升咱做戏的这品质安尼。其实伫你的论文内底，你嘛有写到讲，伫民国70年代哦，迄阵啊因为六合彩大家乐做事行，所以大家做兴请戏，所以迄阵啊戏班文化哦，其实是做兴的。也毋过后来就慢慢啊愈来愈稀微哦。也毋过你嘛发现讲，最近这几档咱就又搁兴起来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台湾的这写戏的文化，以及咱都是跟庶民这谢戏的这个文化有关系哦。那这谢戏的这文化，伊都是跟经济有关系。台湾都是早期这大家乐还是讲六合彩较兴的时阵，足侪庙都有这写戏的文化。但是讲伊中间大概有一个断层啊。但是这几年咱这各会当看到这戏班大会哦，伊是愈来愈少，伊是愈来愈侪哦。都是阮感觉讲，伊这是甲网络的这兴盛有关系。足侪大家知影讲，影像这保存，还是讲伫网络看到这文章哦，就感觉讲，那有这个庙这趣味，神明生日的时阵，遮侪戏班来遮做戏，有时阵是一天都是100多棚安尼，200多棚都会特别来看，来看了就感觉讲，这文化足趣味的，那安尼我会甲伊遮讲下湾，我明年嘛要请一遍戏安尼。所以这文化都愈来愈兴。咱嘛知影讲，其实即马伫都市哦，要写戏其实真困难，因为你一写戏声音上过大，就有人会来检举嘛。所以咱义珠夜公因为位伫较偏僻的所在，所以会当形成遮尔千变戏的一个盛况哦。你讲有啥物建议，也是看法讲，希望咱会当甲即个传统的文化，佮继续永远甲伊传落去的。
咱有听就是戏班大会，伊爱一个除了庶民的这支持了后嘛，我们爱政府的这扶持。啊，阮是感觉讲这文化遮特别、遮特殊，全台湾都是伊家讲遮上兴。咱希望讲政府像阮嘉义的这县政府会当将这个文化做一个保存，希望会当提报这无形的文化资产。咱知影讲嘉义县哦，即马嘛等咧准备讲要家己主要讲陈白戏来申请做无形的文化资产，那么希望会讲早一日会当来形成这个文化资产哦。咱今仔嘛真感谢银行，互咱遮尔详细的说明。咱即马要甲外墙交互咱的记者雅珊，请伊来带咱来看戏班后场的状况。